台湾目前大约有10万人受到类风湿关节炎的困扰，真侪民众拢会去看西医，也毋过西医会有真明显的副作用。台北营总发现讲，若属于中医佮配合西医来治疗，毋但症状会当减轻，副作用嘛会当减少。已经好几年了，我一直被这个病，感动到讲袂出话，目屎就要咽落来。齐女士有类风湿关节炎已经15年，头前7年伊透过西医治疗，但是副作用实在袂堪治，落尾转到中医的门诊。伫医师的建议之下，以中医搭配西医治疗，毋但减轻副作用，发炎的病痛也改善，生活品质好真侪。类固醇都伤害到我的消化系统，晚上没办法睡好。胃药对我也没什么作用，我看了几次肠胃科，他们都没有办法解决，我只好转到中医。医师当咧空手治疗齐女士的倒手，医师表示，经过研究发现，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，除了西医的疗程照起降者，若配合中医的针灸、中药、西药水，毋但发炎的指数降低，上低1分、上悬10分的痛痛指数也下降2分左右。这个成果也伫国际期刊发表。病人会怕一些副作用啦，像是消化性的问题啊，像是黏膜破裂，甚至比较严重会有骨髓抑制的部分。那配合上中医，可以让西药的副作用降低，那也许症状好一点，西药就可以吃得少一点，副作用就可以少一些。医师强调，病友若要中西医搭配治疗，要经过合格的中医师评估，亲像要注意中西药会交副作用、体质敢有适合针灸等等，拢要加注意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